今日焦點帶大家來看全年金球嘅專題。苗栗縣嘅古物收藏家彭松祥、彭文美兩姊姐，係同倆曲盤數位化嘅重新流行嘅專輯，傳接時空半世紀，傳唱馬蘭古謠，係呢位今年金球獎最佳傳統歌樂專輯。韓國嘅兩姊姐兩個人20萬年來對傳統節目數位化嘅保存係動落力。所以咪叫下拿到金球獎評審團獎嘅肯定。盧卡就是工作室收藏嘅6000人種嘅曲盤，86歲嘅彭松祥同廿來嘅彭文美，20多年來落身體同創作嘅曲盤數位化，韓國同音質做下個好啊！3年前以《好樂民謠》得到金球獎最佳傳統歌樂專輯，今年這個入圍還得到評審團獎。現正一種專輯，除了要保持音質完整，還請到原創者來錄歌工廠在萬台。因為安尼時空，一個隔了有53年安久嘅，好，第一人很才，第二還要健康，還會唱，第三我唱得好，經過一個重重的關卡，不在一種專輯特別的素材就係入。彭松祥嘅阿哥喺民國38年入開業苗栗第一間唱片行，10年過後成立美樂唱片公司，發行過300人種嘅客家曲盤，留下過多珍貴嘅音樂文化資產。好定啊，來嘅彭文美個孫嘅彭之前就將阿哥嘅啊，就收藏好多百堆嘅客家民謠嘅唱片書，到了這裡，好，也就將一個客家嘅文化一部分啊，就流傳下台啊，發揚光大啊。彭松祥如講，自家係美樂唱片嘅傳人，更加以透過二嘅孫呢，也有興趣想要向下來做，上團人向下為陳江本土音樂來打拼。客家新聞用語諾苗栗報道。